育好，就是我们的责任。当子女的能够孝敬父母，能够体贴父母，这也就是尽我们的责任。修道了，要把子女带上修道的路，把父母引领上修道的路，这样才是大大孝。我们不要小心眼，看这个人不喜欢，看那个人讨厌，把心境改变一下。人家做得不好，不明理，可怜他，同情他，这样就没有事了。你有爱心、智慧，就可以把孩子、把学生教育好，知道吗？不要说家里的人不好，是我们对人家的爱心还不够。爱心就像一口井，你时常去打水，水就会越来越多。如果你都不付出，那口井水就会干掉。我们讲话很诚恳贴切，在做菜做饼干的时候，要心存爱心，开开心心的，常常默念佛号，那你的东西就会很有能量哦。